街總到政府總部拜訪行政長官崔世安，就即將發表嘅施政報告提建議。理事長姚鴻明喺會後透露，行政長官表示，明年度嘅現金分享計劃會延續，但係金額可能會有調整。仲有個幾星期，行政長官崔世安就會發表明年嘅施政報告。街總一行10幾人朝早就去到政府總部拜訪崔世安，為施政報告提建議。街總理事長姚鴻明喺會後證實，下一年會繼續有現金分享。壓抑通脹嘅問題呢，特首亦都表示咗，個現金分享個都會延續，只不過係金額上點樣去調整。特區政府亦都關注到鮮活產品嘅價格，正研究點樣降低同內地嘅差價。睇下啲鮮活產品，好似豬肉啊、菜啊，從內地嘅收購啊，同埋輸入嗰個渠道啊等等各方面去考慮，睇下有邊啲環節影響嗰個輸入嘅問題咯，嗰個價格嘅差距嘅問題咯，即係喺度研究緊，睇下有咩辦法去解決咯。姚鴻明亦都透露，施政報告會着眼於制度體系嘅構建，包括點樣完善社會保障制度，保障市民晚年生活。佢亦透露，行政長官希望短時間之內解決經屋問題，推出經屋法例。街總亦都建議政府推動民間開展社會服務，加強法制建設等，希望政府由政策上解決民生問題，唔好見步行步。相信有關建議會喺施政報告入邊得到回應。澳門電視台記者林麗玲報道。